浪潮帶來幾多人客，可能帶來嘅商機，唔過許多人是喺夢行夢看呢，認識唔到乜嘅菜地文化。高雄美濃公林社區舊名按到九宮那，也按多人來促進嘅推廣。大灘生態旅遊，用騎鐵馬也想用行得嚟一步一腳跡來認識社區，每大幫安尼來推廣環境教育。唔過安尼嘅旅遊方式唔適合大量嘅觀光客，為做到保持本土旅遊嘅品質，特別青島搶本12人報名，下擺托lâm人也同志工還比遊客個多，而能夠厚意善良，也貴向100嘅同外地人分享家鄉有一江。有一張美，唔過安尼唔係太親人嘅旅遊方式，冇按好推廣。唔過伊能咁樣冇愛做，也冇錢踩價，因為伊能呢想要想嘅係真經想要了解同啲好食也搭土地嘅人。林秋林、馮陽山帶我哋去美濃看下先。还没有扎起来的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有扎起来跟没有扎起来，就平躺在上面的。特别小，也是黑白色的吗？如果我们等下溯溪，看到天上会有那个老鹰在那边飞，就应该完了。木鸮，它是很好的那个蝴蝶的蜜源植物，它是开白色的花。美浓区总共120平方公里，但是广林社区就占了17平方公里。好，那原因是因为它里面有蛮大片的谷地啊，就是黄铁翠谷在那边。熱火火嘅下晝時頭，對高鐵內嘅遊客來到美濃公林社區，準備開始2日嘅洗禮行。公林漂白萬內都做9榕樹，所以橋名按照9榕那。不過，你下社區度就差唔多看到9榕樹咧。3年前開始做社區養草嘅時間，規個社區、規個9榕那社區裡邊竟然尋到半條9榕樹，啊，後來尋到，係咧種本來條條種啊，喺個社區發展中心嘅偏數身邊。部分上講9榕樹生到動物，冇見至後日，早期就因為培養細繞，9榕樹出甜甜嘅模態咧。我哋處原來話呢，行業呢嚇，佢用啊呢，炒啊小炒，啊偏偏一種樹嘅炒該耐炒，嚇該耐炒都該硬嚇，該耐炒，啊做多油多汁嚇，變得多啊，幾個沙期都冇辦頭啦，嚇冇辦頭。啊，後來係說明話沙期養草都應該對我哋自家個古老歷史都開始啊嚇，叫嗱都應該有叫樹那草啊，這樣見。譬如你哋社區2片嘅入口嚇，我哋都有啲富裕啦。回到一半下冬日29公那，社區老千里葡萄出發中心合作，規劃的種樹洗禮行，圖令大家共下了解菜地文化。小旅行的这个行程呢、游程呢，我们也是完全跟合作的社区由他们自己去规划吃住，然后也把种树这件事呢放在这样的小旅程里面。然后你在这个社区呢来玩，然后你种下一棵树，你就跟这个社区有一个情感的连结。哎，我们有6个人負責挖洞嘛，哈。对，是的。那你是？我是挖洞。对。差不多1步，对，1步哦，一步啊，对，1步，往里面一點。會唔會很累啊？還好啊。大家分工合作，為社區種下一條流浪。借由這樣子的小旅行推廣出去，然後可以讓更多的人知道我們。其實台灣有很多在地比較偏遠，然後一般人不太好到達的地方，但是它卻有很好的風情。透過種樹，然後就是可以了解這邊的那個風土民情啊。因為我們就是種了一條那個桂花巷啊，然後這樣以後一定會很香啊。以後我一定會回來看，因為我有挖，我有種啊。因老自然嘅關係，見來見然，種下綠色希望，未傳聯起兩區利益老兩地土地嘅關係。睇嘅條下留下來嘅汗，
每将会变做2条树个状态嘅用法。这个季节都好跳动物长个体，体验农村文化，出对天空开始。我们可以把它堆满那台车。哎，伊安尼唔就是好个啊吗？不是，就是用安尼哦。对，就是弄这样子，然后我们才开始叠。对，现在再把它叠起来。对，因为你到收割之后啊，它还需要找人来把它捆好。蓝天旁边老金黄色嘅土地，显示一种东方海嘅大自然景象。还可以再堆上去吗？还可以吧，还可以啊。二条江滑下来，微风强强嘅吹，空气都充满最冷嘅雾香，也系土地丰收嘅美水。老火杆摆上叉过后，准备对杆旁。我这有最骨多嘞。我直接传统看。边堆要边踩，要把它踩踏实。我边量哈，来这边就抬出来了，再往里面敲。对，好。好，这样就圆了，对不对？好。对。建房子嘛，最重要就是基础要扎得稳固，对不对？扎得方圆。好，第二层，好，第二层有诀窍了哈。师傅先示范3个。这样子多按准备好出来了没有？好，里面深这样好，交错。对杆旁是系做技巧嘅，两位系农村生活致富嘅展现。哦，太里面了呀！好，外面。以前有个禾杆啊哈，其实最主要功能咧本有係做乾糧啦，做雜料，都一般誒卡球過後哈，蘇省過後啊，你都冬季可能以為都比較冇潮濕。以前想要煲呢，可能都帶下都貼一層啊啲禾杆，啊，個帶下那種啲被單，所以咧都可以混燒。好，我先下来。哎，你会下来的？我要一直踩到很背。对啊，真的假的？这里有在支撑没有关系啊。是这样啊。这样才有机会变高啊。在上面的人不能下来。有没有尝试一下？农村师傅看起来神奇，每不两群一刻体会到做起生活的辛苦。其实很难踩，就是你要随时觉得会跌倒这样子。小心你。这以前的人真的很厉害，很厉害。有师傅教我说，等一下这真的很喘。你吃完这个哈，有堆过吗？稻杆？没有，有看过但没堆过。既然喺農村啊，都會有嗰度應該有嗰啲鄉鎮先嘅農村嘅地景地貌。加上仲有禾杆都講到嗰樣嘢啦，啊，嗰樣嘢啊，冇可以按那時嗰幾難對，但是一旦北上嘅時間嚇，其實佢容易軟腳。係對到好，對到唔會變要水嚇，一個都還是要有功夫嘅啦。對啲杆旁大家歡喜協作，撒下來出對時，論也是日照素材。台風天的時候，大家都沒有菜，就到中正我去撈，這個菜吃吃看還不錯。水洗發工嘅係炸鏈，2年是嘅係沙琪媽媽研發嘅炸鏈水餃。一般來說，我們是吃它的莖，不吃它的葉哈。它的莖要120公分才可以吃。那120公分，你們現在來最好，因為夏天的野螺很好吃。也就這2個大拇指哈，這樣子往上壓過來。可是我覺得汁都已經擠出來才壓進去。不會啊，不會。不會哈，沒關係。什麼都沒有濕啊。有聽過野蓮嗎？有聽過，但是我從來沒有看過它，所以我也不曉得它長什麼樣子。這是我今天來第一次就是看到它。哦呦，等一下你吸哦。是要抓來這裡，好燒。粒粒皆飽滿。哦，為什麼煮起來真的好漂亮啊？對啊，哇，很
不下了。没关系，很快就摆得下了。好。over。我饿了。我肚皮。点唱而是地佛风挑选出太好嘅事情类。之前在咸鸭店都是起来中午吧哈，大概差野莲，可是第一次是看到野莲包水饺，也是蛮第一次的一个体验。武汉人日是来自家包嘅水饺，吃到特别好吃，满足了嘴苦，明年是来冬天是不是文化，就来正式等年天日还能好高嘅体验。公领沙溪发展协会6年前成立了中南部工作區，專門負責沙溪通南。2年嘅設立後，就係幾條負責規劃嘅。15屆生日年齡分布的15到52歲，就家庭主婦、美住後生兒。就是我們現在的位置。這個地方就是來家的後背啊。這一次水庫。而後次係中南部工作區度年紀最細嘅。基層國中年顏色，銀行而個唐人機解釋，天然機窮行也是生態。啊，這是紅嘴黑鵯，就是現在等一下，這鳥很小隻哈，紅嘴黑鵯，像白頭翁那樣。哦，它跟白頭翁同科的。我找一下哦。這裡會有嗎？有很多。很多。這個臭名要出來了。快來到這人那邊啊！為什麼你會參加這個工作隊？就想為社區多付一些心力，學到很多生態方面的東西，有蝙蝠、蛇，還有植物、鳥類，什麼都有。然後就是如果有遊客來，我們可以導覽，就是幫忙導覽解說。家庭實際參加工作區生日，還那些設計嘅家鄉，未當好老人分享。還那重要嘅係，佢哋設計美入心中老改變。就是在他們身上也學到一些東西，像是什麼？像有一次講植物講錯啊，然後就是他糾正我啊，就邊解錯也邊學習。那你一開始的時候會很緊張嗎？會啊。是什麼樣子的狀況？就會覺得講話講很快。其實一般跟人家這樣聊天可能是 OK 的，可是你要站在一群人面前去做解說導覽，其實是有一些差異性跟難度的。那對他們來講，我覺得是變得比較大方，比較自在。兩日泡白水調心料，也會係東西航海。我們這一條溪會匯入美濃河，然後美濃河再匯入大龍溪。所以這個是水源地之一，所以我們整個美濃現在都在水源保護區。你哋好白啦，係岸上嘅做美濃水庫嘅素材，就會反對做水庫，到呢一下還保留了豐富生態。那個就像那個直線嘛，哦，它通常都是會抓螃蟹之後，它會把它那個就是躲在那個洞穴裡面，它比較不容易被發現。所以說，其實那個河床上的大石是有它的功能。至少就是可以讓一些野生動物它去可以去游的地方，对，可以隐藏的地方。我刚我看是公来木的，公的。弟弟怎么看？那你怎么看？它这里比较细的，就是那个公的，它这里比较那个胖的，比較寬。睇你才體驗都市航上去，前面都是看煙頭。東以後對住區時唔係行落水都去，都幫每名田地嘅學會老太自然相處。主要都希望大家喺一個體驗嘅過程裏邊，做啲感受到水同人嘅人，做啲個親切，大家從一個同水嘅一個互動、交水、行水嘅一個過程裏邊，去念轉以前嘅人對水嘅嗰種感情。黃黃，中間一小撮的，啊，有一點點黃黃的葉子，好不好？記得枯木家，好不好？哦，對。
好把搭团堵住某種嘅風景，大家發現到樹當中好個。不過處理了高高大大、實古寥寥嘅好把勒度，成日半夜看到咧，顯退化不毛奶波帶來嘅問題。各位可以看到吗？这个很陡嘛，对一般的小型的动物来说，这个是一个没有办法超越的障碍。就算它有办法跳下来，它要回去它的栖息地的时候，它也上不去。所以这样的功法对很多的小型的哺乳动物来说，是一个致命的障碍。对。那如果像这边的话，像这边的话，它有很多踏脚点。它也可以发展出很多不同的路径。你哋后摆本上就会安尼面容天气嘅水源体啊，系啊，你唔讲嘅比过度的开发，和过度的人为的破坏之间，系啊，别人讲伊个冇办法去饲养那个含水。其实我学习不是在看说有野生动物是其中之一啊，可是很大的部分是看说真会有弟弟不那边欧北洲工厂嘛。幫得隨股提燒住日包30種熱個90種調類，加連渡水還好吧？除了飲食生態，咪希望大家學會尊重大自然。因為較早唔捌接觸到這種一個環境，難得有這種機會來，經由他們這些解說也詳細的講解我，總是也認識了一些自然生態的一些環境啊，一些種類，應該也算是蠻有收穫的啦。我是從布袋來的，那這邊的景觀跟我們海邊是完全不同的。那我很喜歡這邊的小溪，那來到這邊就是整個人就覺得很放鬆。在這邊就有看到很多在我們海邊看不到的植物，然後就聽到蟲鳴鳥叫，那感覺非常的舒服。咧就坐下來，享受清了解好巴水，也會係日本人客冇乜味道嘅素菜。唔過就餐廳人圖咧，除下我做的清土嘅飲食提供嘅家。收到了嗎？收到了，那我們就出發了哦。OK， 走。究竟呢唔但強生態豐富，仲有到海南主動到民意嘅細路個，但出整個都係熱帶風景。為什麼會這裡帶各位來這個伯公廟呢？是因為在美濃啊，土地伯公，也就是說我們講的土地公，是很重要的一個信仰。在整個美濃來講，將近有400多座的伯公廟，對，伯公廟，客家話叫伯公。所以不管是生囝啊，還是說那個求婚姻、求事業啊、求學業啊，都一定會來。如今呢，安東人類上網推廣帶談生態理念，容器生產嘅方式，也係用送叫實實在在、日普日叫人嘅來認識兩隻社區，透過安樣嘅過程來推廣環境教育。未知為安樣大量嘅觀光客並唔係佢哋嘅目標，佢哋想寫嘅係真正想去了解、來愛護兩地土地嘅人，能夠有在地的人陪同啊，然後講解一下在地的文化，然後了解那種歷史背景啊，就是那種我們自己開車來沒有辦法感受得到的啦。所以我覺得這種意義是會讓人家有無限的回味的感覺，這樣子。就這2天呢，來這邊，然後這邊看到就是很多當地客家的東西，要在地人才有辦法。你說外來的導遊或是什麼，可能一些名為解說員的人可能不一定懂這麼多。來到一個地方，如果你可以跟當地去融合在一起的話，其實你會發現的不單單只是來玩看到的景點而已，而是發現一個地方的美。那當我們習慣用這樣的角度去看事情的時候，回到生活裡也可以用這樣的態度去生活。對，這是一個我覺得是生活態度的學習吧。滿足究竟那天天嘅享受兩位嘅家，咪重新思考人與自然嘅關係，集權土地、原始農村、熱天就來從這裡行啦。